好多嘅香港朋友都會選擇返嚟大灣區置業、養老同埋度假，但係究竟點樣嘅樓盤先適合香港人養老同埋度假呢？今日我哋就以中山觀嶺呢個項目嚟同大家講一下。首先講環境同埋養生，因為大部分香港人選擇返嚟中山置業，都係因為養老或者係度假嘅需求，所以居住嘅環境就顯得非常之重要啦。香港嘅工作壓力非常之大，生活嘅節奏亦非常之快，環境就要安靜啲，空氣亦要清新。觀嶺背靠中山嘅城市綠肺五桂山，面對近3000畝嘅高爾夫球果嶺，遠望長江水庫，綠化率高達40%，但係容積率先至2.0%。成個社區就好似一座天然嘅氧吧，每日朝早起身推開窗就係一望無際嘅綠色景觀，空氣清新，負離子爆棚，對老人家嘅呼吸系統、心血管都特別好。樓下嘅花園有好多在地嘅原生態養生嘅植物，附近公園又多，平時行下山、散下步，對老人家嘅身體、睡眠都好有幫助。真正做到住得舒服、養得到身，呢啲先係大灣區養老最核心嘅價值。香港人買樓最講實際，最擔心嘅係好睇唔好用，交樓嘅時候貨不對版。觀嶺嘅戶型設計最注重嘅係實用性同埋採光性，主推89至120平方米嘅3房同埋4房嘅單位，南北對流，通風通透，而且3開間都開揚，非常之實用，一家大細住落嚟都相當之闊落。養老同埋度假其實唔需要太大面積，一嚟總價唔會太高，資金壓力冇咁大，可以有更多嘅錢放喺生活質量上。二嚟太大面積清潔打掃都比較麻煩，特別係老人家，平日如果居住嘅人唔多，屋大就不單止要花時間花力氣嚟搞衛生，氣氛都會顯得比較冷清。其次，屋大當然物業費、水電費等雜費都係一筆唔少嘅開支。香港人還最怕麻煩，特別唔係自己長住同還唔係自己十分熟悉嘅地方，所以買樓最中意係精裝交樓，拎包入住。觀嶺嘅交樓標準絕對係港式豪宅級別，用料同埋細節都係精益求精嘅，唔使你收樓之後再需要大裝修，慳時間又慳錢，對香港嘅朋友嚟講真係超方便。重點呢，我哋仲要講下好多人都會忽略嘅車庫同埋車庫大堂。觀嶺嘅呢個車庫係參考東莞松山湖悅榕莊嘅地下停車場去打造嘅，連車庫大堂都做得好有質感，夠氣派。落車嘅一刻已經充分感受到檔次，感受到酒店式6星級嘅標準同埋服務，呢啲先叫做品質嘅生活。再加埋港車北上，依家咁方便，直接開返嚟中山呢度，車位充足，管理又好，價錢又平，真係非常之舒心。講到日常嘅生活配套，小區臨街有超市，揸車4分鐘就可以到江尾頭市場同埋長江市場，10分鐘就可以到三溪市場，新鮮嘅海鮮、蔬果一應俱全。5到10分鐘車程，直達天悅匯、富日城多個大型嘅商場，行街、聚餐、買日用品完全唔使愁，日常起居好便利。自駕行深中通道，約45分鐘直達深圳灣口岸，返工同埋探親都好方便。經翠亨快線去馬鞍島中山港客運碼頭，只需要10零分鐘。坐船65分鐘直達香港中港城，50分鐘到香港機場。如果行港澳香海高速，48分鐘就可以到港珠澳大橋嘅珠海口岸。去香港大嶼山機場超便捷。最後就係物業管理同埋服務啦。好多香港人返嚟內地買樓，最擔心嘅就係溝通唔順，售後冇人理。觀嶺從銷售到物業都熟悉香港人嘅生活習慣同埋需求，服務貼心，跟進到位。無論係日常嘅居住，定係偶然間返嚟度下假，港人嘅醫療啊、保險啊等嘅服務諮詢，甚至係公共交通嘅老人免費乘車卡嘅辦理，都有人幫你安排得妥妥當當，住得安心又放心。而且關鍵係大部分都係港人居住，同聲同氣，三觀一致，減少好多不必要嘅文化衝突，真係港人社區嘅典範。所以講，適合香港人養老度假嘅物業，往往唔只係一間屋咁簡單。環境要養生，戶型要實用，交樓要有保證，
車庫要體面，出行要方便，服務更加要貼香港人。觀嶺喺呢啲方面都做得好足，難怪成為香港嘅朋友心水嘅養老、度假、置業嘅選擇。如果你都想喺大灣區揾一間適合自己同埋屋企人嘅屋，不妨認真睇下呢度。